購物車使用方法。第一部分，添加商品到購物車。系統提供多種方便添加商品嘅方式，以下係常見嘅添加方法。直接點擊商品就可以將商品加入購物車。打開 POS， 點擊左上角三橫，點擊設置，點擊功能，啟用藍牙掃碼添加商品。參數啟用後返回 POS 收銀台，點擊藍牙掃碼添加商品。使用藍牙掃描槍掃描商品二維碼或者條碼，即可添加商品。系統亦可以用攝像頭掃描功能。使用之前要先啟用呢個功能。打開 POS， 點擊左上角三橫，點擊設置，點擊功能，啟用掃碼添加商品。返回 POS 主頁，右上角會出現攝像頭掃描按鈕。點擊後啟用內置攝像頭，掃描商品條碼或者二維碼即可添加商品。當商品庫存不足時，系統會顯示商品存貨不足。第二部分，查看購物車。將商品添加到當前訂單嘅列表之後，點擊當前訂單下嘅商品，就可以打開商品詳情頁面。喺商品詳情頁面，可以查看商品規格、詳細內容、售價、庫存等資訊。商品詳情頁會顯示出該商品在所有店鋪嘅庫存情況。點擊對應地點數量，可以預訂商品。通過自取或者送貨嘅方式預訂其他地點或者店鋪嘅庫存。可以通過多次點擊商品來增加購物車入面商品嘅數量，或者點擊加號可以增加商品數量，點擊減號可以減少商品數量，還可以點擊購物車入面嘅商品，打開商品詳情頁，係左下角修改商品數量，點擊儲存，按住商品向左滑動，點擊刪除就可以刪除商品。或者點擊當前訂單下面嘅商品，打開商品詳情頁，點擊刪除按鈕，可以從當前訂單列表裏刪除該商品。點擊商品價格，可以進行價格調整，設置優惠折扣、贈送同重置價格操作。修改價格，可以對商品進行價格調整。輸入售價，點擊確認，就可以調整該訂單商品嘅售價。折扣可以設定商品嘅折扣價格。修改折扣有兩種方式。第一種係通過點擊貨幣符號直接設置折扣價格。第二種係通過點擊百分比符號來設定折扣百分比。贈送即係呢件商品唔收任何費用。點擊贈送後，商品金額會自動變為0。重置價格用於係調整價格之後，將價格恢復返原價。點擊重置價格後，價格將更新回原價。點擊購物車下方嘅清空，可以清空成個購物車。喺收銀台界面，點擊服務中。喺服務中界面，可以便捷地查看各類訂單，包括銷售訂單、自取訂單同送貨訂單。點擊當前訂單下方嘅暫存，可以暫存當前訂單。暫存嘅訂單會喺服務中列表顯示。暫存後係服務中界面，可以查看當前服務中嘅訂單。點擊暫存嘅訂單，可以重新打開呢個被暫存嘅訂單。